總裁，歡迎回家。喺你屋企嘅陽台望出去咧，就係無遮擋澳門半島全景啊！呢啲咁嘅景觀，以後都係無遮擋噶啦。喺呢一刻嘅話咧，彷彿有一種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啊！呢套單位係143平方，南北對流雙露台4房嘅設計啊！而且全屋係帶埋精裝修咧，仲要係精裝現樓啊！呢個露台望出去呢個景觀咧，真係好靚啊！只需要香港嘅1/10嘅價錢，就可以擁有呢啲咁嘅景觀大平層。你真係唔過嚟睇睇咩？而且呢個單位嘅地理位置咧，亦都十分之優越。去到港珠澳大橋同埋拱北關口呢啲地方咧，1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達啦。成間屋令我最吸引嘅就係呢個主人房啊！因為點解？因為呢度可以擺個 king size 嘅大床嘅話咧，可以做到3邊落位，出到嚟咧仲要有一個觀景嘅露台，望住澳門無遮擋嘅景觀啊！夜晚喺呢度嘆翻杯紅酒，望住呢啲咁嘅紙醉金迷嘅景色咧，真係一種人生嘅享受啊！呢套單位200萬唔到就可以上車呢套全新嘅編制大平層啊！你有興趣嘅下方留言啦，我俾詳細資料你睇睇。